我是国文师哈比菲主笔永熙哈，诚挚邀请大家参加2024客家小炒全国争霸赛的南区初赛。那这里呢，不仅是我们厨师们可以相互切磋交流的平台，而且是一个客家文化的飨宴哦。你好，我是阿守师。他可是2022客家小炒全国争霸赛的总冠军。欢迎今年的南区的各路好手来一起把总冠军留在我们南区哦。其实客家小炒已经晋升为我们客家的国民美食，你可不可以教教我们在家要怎么料理出好吃的客家小炒啊？客家小炒里面它有哪些食材是我们平常需要认识或准备的？客家小炒我们基本上的一定要有我们的鱿鱼，鱿鱼干的还是湿的？干的，但是我们要经过水下去泡，最少有3小时的发泡以后，它才会软，它才会有香气。我们的3层肉，我们3层肉啊，要油脂啊，分布均匀，分布比较均匀一点。对，然后我们的豆干，还有我们芹菜，还有我们的蒜苗、辣椒，还有蒜苗，对，这是葱还是蒜啊？葱跟蒜都有哦，还有蒜头，还有辣椒这样子，这是我们基本的客家小炒的配备哦。那这个呢？这个是我们特别的樱花虾哦，樱花虾。因为我们南区啊就有樱花虾的特产，所以我们这次的客家小炒我们就融南区的特产樱花虾。就请阿守师来带我进入客家小炒，好，如何炒出客家小炒的程序？我们先开始啊，我们先把芹菜段，大概3公分左右。好，我们先把芹菜段切好，然后我们切我们的蒜苗。那蒜苗也是3公分吗？对，大概也是抓3公分啊，然后是斜切的角度。哦，好漂亮哦。对，味道释放，蒜苗的香味比较释放的出来。哦，对，你看这都是美感。哦，然后我们的蒜头，我们就把它切片就好了。我们的辣椒也是切差不多3公分，对，斜切。然后我们请厨委来，动个刀子好了。哦，好。我们先把3层肉啊。3层肉要切也是3公分吗？就直切，大概切1公分左右。跟大家说，你看今天阿守师选的食材非常的新鲜，而且这个3层肉的油花分布非常的漂亮。希望我可以把它切得很好，1公分吗？对，1公分。这样。再过来一点点。再小一点。对，这样子对。等一下，它炒出来味道才会进入到我们的猪肉香里面。而且我发现今天的肉没有这个3层肉，好像没有猪皮，对不对？对，猪皮我已经把它去掉了。因为通常在切的时候，猪皮是不好切的。客家小炒啊，你在炒的时候，猪皮含在里面啊，它吃起来会有硬硬的口感。所以这样呢，这样切的怎么样？好，很棒。及格哈。及格。我们要跟观众朋友说哈，切这个真的也要好的刀具，对不对？对啊，好的刀具。今天这个刀具不错，不然不好的刀具啊，你光在那边磨啊，它肉就变成糊糊的状态就是会散开，对不对？对好，这样我们开始切我们的豆干。我们豆干呢要1开为2。1开为2。1开这样。对，为2，然后1开为2。好，然后往中间再切1刀。中间。对。这样。对，细的。对，细的。哦，这是练。等一下它炒起来才会有干啊 Q。看到没？Q 的口感这样子。就是把里面的白色的这个比较容易吸汤汁，对不对？这刀子真的还蛮好用的。这是瑞康屋的刀具，他们瑞康屋的刀具本来都很好用。对，诸位很厉害的，第一次来切就可以把我们的豆干还有肉切那么好。还有我们的鱿鱼就让我来吧，因为鱿鱼它会比较有一些程序上的变化。没问题。我们鱿鱼啊，基本上啊，我们会把它去皮，炒起来会比较，口感会比较好一点。
普通大家都应该没有再去皮啦，但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一般的店里面看到客家小炒上面的鱿鱼有黑黑的，就是它的皮。对。哦，原来如此。然后我们把它对切以后，把它切成横条，横条以后再把它切成1公分。对，这跟豆干的宽度差不多，豆干肉丝的宽度都一样。我们的食材啊，全部啊的宽度啊跟长度大概我们都会抓一致，等一下煸炒起来的它的口感才会一致。所以人家说色香味俱全，其实它的形状啊、味道都是要放在我们厨师在制作里面的考量哦。每道的菜肴啊都有它的独特的口感跟味道，它的长度啊抓出来炒起来的味道啊才会平衡。这边食材准备好了，接下来要怎么办？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如何炒出一道我们好吃的客家小炒？好，我们先把锅子预热一下。预热一下。好，我们的锅子大概已经预热5分热了。5分哦。对，好，然后啊，我们就可以下我们的沙拉油。那下多少？大概下个2茶匙左右吧。它的油温再上来一点，大概在120度左右，我们可以爆炒我们的那个3层肉。第一道是3层肉。对，我们先把我们的猪油香煸出来。对，猪油香煸出来。所以是阿手师来示范。大概这样子就可以，这样热度大概就120度左右。我们慢慢的火炒，把我们的来试试看。对，好香哦！我记得我们平常说炒肉就是炒到变色嘛，对不对？炒到它的焦香味要慢慢出来。也要对。所以这个要炒到焦一点，不是只有变色。对，焦一点的话，它的猪油香啊就会慢慢跑出来。我第一次尝试客家小炒。这是我们我专属的客家小炒的味道请各位观众啊，可以学习看看，我专属的味道这样子。对，这是阿手师冠军的味道，要学起来。我们的程序在放啊，也有这道客家小炒的好吃的关键。然后我们放我们的蒜头。这个爆香以后就要蒜头了。对，蒜头也要进来爆香。好。对，蒜头爆到它的蒜头香出来，跟它的猪油香结合了，我们就可以再下另一个食材了。好香，真的哎。接下来呢，我们带一点葱它本身啊也有葱的香味。葱这么早放会不会到时候黄黄的？不会。我们只是先把它的香味带出来的。然后葱的香味带出来以后啊，就可以下我们的豆干了。然后也是把它让它的猪油香啊煸到豆干里面去。现在现场好香呢！我以前思考的跟现场今天来做的根本就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样子它的猪油香才会慢慢煸出来。把葱香啊、猪油香啊、蒜头香带到我们的豆干里面去。对，所以我今天学起来了。对，等一下豆干就会比较好吃。这个时间点就可以下我们的鱿鱼了。鱿鱼就可以下了。客家小炒的特点就是很多配角会融合在一起，它没有一定固定的主角，但是你怎么样把它的香味啊，把它层层的叠出来，堆叠出来味道。真的不容易哎，我觉得客家的食物真的很多元性，它透过这样，你看起来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也都是配角，可是呢，把它融合在一起，却变成一个国民美食经典的客家小炒，我觉得非常不容易。这也代表说这是团队精神。对呀，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融合在一起呢，都缩小自己，然后把它的味道放出来，就变成另外一道国民美食。我们现在鱿鱼香也煸出来以后，我们下一点我们的屏东特产樱花虾，它又是另外一层香味了。又多了一个，就多了一层香味了。我们现在也把我们的樱花虾的香味带出来了。我们现在就可以下酱油了。酱油。要下多少呢？酱油大概2茶匙左右，就跟油差不多。对。我们让酱油
酱油跟沙拉油的香融合。哦，哎，对，要融合。哇，有焦香。对，好，我们下一点米酒。米酒，好，呛米酒。对，呛米酒。然后下胡椒粉。哦，还有胡椒粉对，哦。胡椒粉是小炒的灵魂。啊，我们都不知道哎。啊，胡椒粉好像加蛮多的。对啊，因为我们要让它鲜甜，在那个我们加一点蚝油。蚝油是素蚝油还是一般蚝油？一般蚝油就可以了，加1茶匙就好了。好，1茶匙。好。哇，现在的味道真的好丰富多元哦。来，我们还要加什么？糖。好，加1茶匙的糖。哦，好。我们要把蒜头酥，它又是另外一层香味了。所以跟刚才的切片的蒜头味道不一样。对，不一样。哦，也是2茶匙。对，所有的调味料都已经进了。我们的蒜苗、辣椒都可以进来了。哎。哦，这时候才进来。按芹菜也可以进来了。好。哎。哇，这样子芹菜会入味吗？会入味。那这样的芹菜呀，是不是要炒到软？不用，等一下还是有脆脆的。脆脆的感觉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今天带一点乌醋。还要加乌醋。对，在最后的时候把那个锅香再呛出来。来，好，我们再加一点乌醋，然后锅边。哎，对。哇，真的味道很多元呢。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关火了哦。色香味俱全的客家小炒。哇，阿手师果然不同凡响，由你指导出来的客家小炒，炒起来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哦。对，而且经过摆盘，哇，真的让人家食指大动。而且啊，我们这次南区初赛很特别的哦，我们有个冠军预测活动，有分2种，有分成线上、现场。线上的总冠军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休闲锅，价值2万块哦。哦，那现场呢是我们这个炒锅可以炒出非常好吃的料理的，价值2万7左右的炒锅要让你带回去，而且还有这么多好吃好用的好礼要让你带回家。2024客家小炒全国争霸赛南区初赛，等你哦。这个自己炒的是不是要吃一下？对啊。好。自己炒的一定要品尝一下，才会知道，我们的功力到哪里。对呀，不晓得他现场有没有准备白饭？白饭应该还在煮了。还在煮啊！我要吃看看。而且你说每一个都配角，但其实后来也是变主角，对不对？你就要把我们的鱿鱼呀，我们的每一个都对，这样一起堆叠一起吃啊。那这个芹菜也要一起？对，芹菜也要一点点。芹菜对啊，好。然后好来吃它的油香啊，它的猪肉香，它的鱿鱼香啊，都会带出来一点。而且啊，在入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它咬起来有那个芹菜的脆度。对，因为我们芹菜没有炒得过老。对。而且啊，豆干有焦香以外，它还吸收了汤汁。它的豆干啊，不会老，也不会像人家外面的豆干吃起来那么的硬。我想试看看这个鱿鱼会不会牙齿咬不动。不会。真的不会耶。而且我觉得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有蒜味的香气，也有一点辣椒，所以有一点辣椒味，还有一些胡椒香。对，也有胡椒香。好好吃哦。你一定要在家里试试看哦。更重要的是，欢迎大厨们来挑战，把奖金带回家。然后呢，参与的朋友们把我们的奖品带回家，对不对？对哦。阿手师，我今天学会了客家小炒，我希望下次你教我你的拿手菜还有什么？我拿手菜太多了，太多了，都是我的拿手菜。真的？对啊。下次欢迎诸位到我店里去参观指教。那我去的时候，我还要下厨吗？不用，我吃就好了。